當我哋嘗試問 AI 啦，關於一啲我哋想查問嘅資料嘅時候咧，如果就咁用語音同佢對答咧，大家都試過咧。我就曾經用咧曼特洛人同古古咧作為一個實例去攞翻啲資料出嚟，但係實在咧就九唔搭八。但係咧，如果你好簡單咁樣問任何一個嘅 AI 平台啦嚇，咁其實咧佢得到嘅資料係好多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簡單講一講咧曼特洛人同古古究竟佢喺呢一套電影嘅一啲資料，同埋我發現嘅一啲過去值得講嘅話題。點解迪士尼今次會事隔咗7年之後再推出曼特洛人同古古呢一套嘅電影呢？嗱，其實我哋睇翻咧嚇，原來咧都已經有好多年咧係冇推出過同星戰有關嘅任何電影㗎啦。咁但係咧，其實迪士尼咧喺2015到19年咧曾經係採取咗幾乎係1年一部嘅關於星球大戰電影嘅策略㗎。咁例如好似正傳啦，就有佢嘅 Skywalker Saga 啦，咁啊包括係 The Force Awakens 啦、The Last Jedi 啦、The Rise of Skywalker。咁而佢嘅外傳電影咧，亦都有 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即係甄子丹有份做嗰套啦，同埋咧 Han Solo Star Wars Story 咁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喺最後嘅絕地武士呢一套電影出咗之後咧，其實個反應咧係非常非常之兩極化。咁而且咧 Han Solo 呢一套嘅電影個票房咧都非常唔理想嘅。咁所以咧，其實個粉絲所有星戰嘅粉絲咧喺呢3部曲上邊咧，其實都幾表達咗咧，佢哋都幾不滿啊。咁再加上咧 Disney Plus 呢個串流啦，喺疫情嘅時間咧，佢就即係興起咗啦。咁而 Lucasfilm 咧，亦都將佢哋嘅重心咧就轉咗去串流啦。嗱，其實係就算未有串流之前啦，Star Wars 系列咧，佢都已經有好多外傳噶啦，亦都有卡通片，亦都有遊戲機咁樣樣嘅。咁但係始終咧，大家記得嘅 Star Wars 咧，仍然係喺即係電影上邊嘅。咁而事隔咗咁多年啦，嚟到26年咧。咁 Disney Plus 咧就即係卒之除咗係即係推出唔同嘅系列嘅劇集啦，因為 Mandalorian 就本身已經係出咗即係3季嘅電視劇集啦。咁我個人咧我就覺得係一般般嘅啫咁。咁但係今次咧就再推出電影，咁原因係咧 Mandalorian 劇嘅電視劇咧，其實非常之受歡迎。咁原因咧就係佢翻翻去一個即係西部片啦，同埋一個武士片嘅風格啦，亦都減少咗有成個 Skywalker 家族嘅個包袱啦。咁亦都強調咗咧銀河嘅底層世界啦，同埋建立咗一個嘅父子情啦。咁同埋咧，古古咧呢一個嘅公仔咧係好適合咧迪士尼咧係將佢做成各類嘅紀念品、公仔、玩具等等等等等。咁亦都係再一次咧係走向一啲咧12歲以下細路仔成為咗佢哋吸納咗佢哋啦，成為星球大戰嘅觀眾啦。咁所以兩個導演咧，喺阿 John 同埋 Dave Filoni 咧，基本上都係重建咗粉絲嘅信心嘅。咁曼特洛人同古古嘅風格其實大概係咩咧？咁其實咧佢都幾接近嚇黑澤明嘅武士嘅電影，亦都似咧一個意大利導演咧 Sergio Leone 嘅西部片。咁而嚴格嚟講，你睇落去咧，成個賞金獵人咧，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即係帶住 Google 啦嚇，進行咗一個嘅公路嘅電影啦。咁所以睇落去咧，就有啲似大紫紅狼，亦都有啲似咧獨行俠千里送精良嘅一個嘅版本咁樣樣嘅咁。咁而喺成個嘅曼特洛人系列入邊嚇，你睇到佢咧，其實佢強調咗幾樣嘢嘅。咁第一咧就係個邊境嘅世界啦，即係佢始終咧佢唔會係發生喺啲即係大城市入邊嘅，全部都係啲邊緣啊、世外啊、野外嘅地方啦。咁全部都係小人物啦，而且咧佢都係走緊一種咧僱傭兵嘅文化啦，同埋 Mandalorian 嗰種嘅榮耀啦。咁同埋咧喺成個 Empire 即係瓦解咗帝國瓦解咗之後咧，係進行咗一個嘅都幾混亂嘅 scenario 咁樣樣嘅。嗱，其實講翻咧，曼特洛人咧都幾早已經係即係出現嘅啦。佢咧就唔係一個即係新設定嘅人物嚟嘅，喺1980年嘅帝國反擊戰啦嚇，即係個 Empire Strike Back 啦。咁咧就嗱，因為呢度有啲亂嘅，喺佢1980年，我哋大家睇嘅嗰套 Empire Strike Back 咧，就其實我哋睇嘅係第2套星球大戰嘅電影。咁但係咧，佢喺佐治魯卡斯嘅計劃入邊咧嚇，其實咧佢就係呢9部曲入邊咧嘅第5部嚟嘅嚇。咁所以呢個咧就要即係搞清楚。咁雖然咧Mandalorian 當時咧佢嘅戲份係唔多啦，但係咧非常有魅力，亦都係 Death Star 咧
當時招募嘅一個即係賞金獵人之一，佢咧係成功追捕咗千歲鷹啦，係 Millennium Falcon 啦，即係 Han Solo 駕駛嘅嗰一個嘅飛船啦。咁然之後咧就揾到佢咧就送咗去俾 Jabba the Hutt 咁嘅。咁當時嘅 Mandalorian 個名咧就叫做 Boba Fett。咁而 Boba Fett 後尾咧佢都有一個嘅電視劇嘅系列咧出咗嚟。咁而佢嘅關鍵作用咧喺嗰個即係第五個 episode 入邊咧，佢揾到 Han Solo 啦，協助咗 Darth Vader 去即係設局啦。咁亦都將阿 Han 都係交咗俾阿 Jabba 啦。咁開創咗咧成個咧獎金獵人嘅文化。咁如果係冇咗Boba Fett 嘅話咧，基本上就冇咗成個 Mandalorian 嘅神話噶啦。咁其實曼特洛人本身唔係一個民族嚟嘅。嗱，星球大戰入邊，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即係民族啦嚇咁咧，你可以話係咧，佢係一種嘅即係戰士文化，一種信仰啦，一種榮譽嘅制度咁。咁咧就你可以話有少少似 Jedi 啦，Jedi 就係唔同嘅種族嘅人咧，其實佢基本上透過訓練啦、培訓啦，佢都可以成為一個 Jedi 咁樣啦，或者即係亦都加上一啲即係先天嘅天分啦，獲得咗原力啦咁。咁而 Mandalorian 咧就係一種咧後天嘅一種嘅培養嚇，咁佢咧唔係一種即係個別嘅物種嚟㗎嚇，佢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即係身份嚟㗎。除咗 Mandalorian 之外啦嚇，咁古古咁我哋好明顯一睇落去咧就諗起猶達大師啦咁究竟古古係唔係猶達大師？咁當然就唔係啦，因為成個故事咧發生喺帝國瓦解之後嘅事啊咁所以咧唔係同一個人嚟㗎嚇，唔係同一個人嚟㗎，佢哋係同一類嘅生物。不過咧，官方咧直到今時今日咧嚇，佢係冇證實過究竟古古同猶達大師咧係有冇一個血緣嘅關係。咁但係基本上咧，佢哋都係屬於咧同一個嘅即係神秘嘅種族啦。咁而 Lucasfilm 直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咧就冇正式公開過即係成個種族嘅名嘅，即係至少係到我而家啦，無論係透過咩嘅方式去揾咧，我自己咧我都係未揾到。咁而Lucas 咧生前咧亦都講過咧，佢唔解釋係來源啦，亦都唔公開佢嘅即係母星喺邊度啦，即係嚟自邊度咧，盡量保持神秘感。咁而到而家淨係知道嘅同族角色咧，咁我哋知道有猶達大師啦，有古古啦，亦都有一個咧就叫 Yaddle 嘅角色嘅。咁而成個呢一個嘅種族，佢哋最特別嘅特色係啲咩咧？就係壽命非常長啦，而且佢哋嘅原力感啊，即係個 The Force 啊，係感應極咧，個感應力咧係非常非常之強嘅。咁而且咧，佢哋咧係成熟度咧好慢嘅。咁今時今日咧，大家如果喺電影上面睇到嘅古古咧，其實咧佢已經係50歲噶啦嚇。咁但係咧，無論佢發音啊、行為舉止啊，咁基本上咧都即係好似一個 BB 咁嘅嚇。不過係一個即係手指好有力、好有計謀，即係思想或者係策略上邊係好成熟，做到好多嘢。不過佢哋即係個發音啦，就好似一個即係初出世嘅 BB 咁，我諗係幾個月大咁。咁而行為咧，亦都係好似一個咧即係歲幾兩歲嘅細路仔咁嘅啫。咁而成個古古咧，當然即係最搶眼啦嚇，喺成個曼特洛人系列入邊咁。而且咧，佢呢個角色咧，亦都令到咧成個星球大戰咧就翻去一個即係入屋嘅，翻去一個即係家庭嘅市場啦，亦都令到咧帶動到好多嘅商品。因為我諗以前咧，其實成個星球大戰比較傾向咧似漫威嗰一類嘅動畫片啦，就都係叫 Kiddo 啦，或者係即係12歲以上咧就比較中意啲嘅。咁如果係細個啲嘅人咧，咁可能佢哋會中意係 R2D2 啦嚇，或者係喺The Return of the Jedi 嗰個系列出現嘅，即係嗰一類嘅熊仔人啦咁其他嗰啲角色基本上係冇咩周邊你可以買嘅嚇，特別係即係啱細路仔 mass produce，好似佢哋迪士尼其他嘅嗰啲公主系列啊咁咧，咁基本上係冇。咁但係今次咧就有翻古古呢一個嘅角色，咁而且咧亦都成為咗《星球大戰》系列啦嚇，由 Lucasfilm 轉到去 Disney Plus 之後咧，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就係因為咧佢已經成功再次咧係入翻屋啦咁。咁而曼特洛人與古古咧對星球成個星球大戰宇宙嘅重要性係啲咩咧？咁我諗咧就係
佢測試翻下啦，究竟 Star Wars 今時今日咧仲有冇一個咧號召啲人翻入戲院嘅一個即係號召嘅能力啦。咁因為咧大家都睇到啦，其實過去嗰2年咧 Disney Plus 咧亦都開始係即係個增長放緩啦。咁而過去賴以為生嘅 Marvel 系列咧，咁啊更加慘不忍睹啦嚇，即係大家都幾乎唔使問咁滯啊咁。咁而星球大戰個電影咧，咁就亦都係即係7年即係停滯咗。咁你就算話喺7年之前咧，佢去到第7、8、9嗰幾個系列咧，其實都未能夠即係帶動到一個嘅即係熱潮出嚟啊咁。咁所以今次咧，其實就睇一睇咧，有冇辦法咧，係令到成個星球大戰嘅系列咧，就翻入屋，成為大家注視嘅一個電影嘅 IP。咁而且個故事線咧，亦都重新啦，由即係新共和國嗰個故事咧，就再去開始，就擺脫咗過去咧，專係講即係成個 Skywalker 本身嗰個家族嘅情況啦。咁啊，睇翻啦，佢其實到目前為止咧，電影同正傳咧，《星球大戰》就有9部啦，《Star Wars: The Empire Strikes Back》、《The Return of the Jedi》，跟住咧就係《Phantom Menace》、《Attack of the Clones》同埋《Revenge of the Sith》。咁跟住就有頭先講話最後續7、8、9嘅3部啦。咁而外傳嘅電影咧，咁就目前為止咧就係俠盜1號、Han Solo 同埋《Mandalorian and Grogu》咧，咁都有另外嘅3部，咁夾埋咧就已經係12部噶啦。咁而佢真人嘅劇集咧，除咗 Mandalorian 之外咧，仲有 The Book of Boba Fett 啦、Obi-Wan Kenobi 啦、Andor 啦、Ahsoka 啦、Akoli 啦，同埋 Skeleton Crew 嘅咁動畫宇宙咧就更加多啦咁嘅。咁嗱講開 Mandalorian and 即係古古啦嚇，曼達洛人同古古啦，其實值得一提咧，其實佢 Andor 呢一個嘅電視劇集咧，最近都俾人咧係認為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星戰系列嘅劇集嚟嘅，因為咧佢已經咧幾乎唔再受到即係傳統嘅星戰系列嘅影響啦，咁而且咧變咗做一種咧係即係政治驚慄啦，同埋少少係帶一種起義啊、革命啊咁樣樣嘅一個劇集嚟，咁亦都提名咗好多。外國嘅電視嘅獎項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大家記得啦，Marvel 咧其實唔同嘅人物咧，佢都有唔同嘅一種嘅系列嘅，即係好似 Captain America 就係即係政治片啦，咁Thor 雷神就係一個即係天神嘅科幻 fantasy 嘅電影啦，咁而蟻俠就係一個俠盜啦嘅電影咁樣樣咧，就走少少即係搞笑 James Bond 嘅方式咁咯。咁如果佢 Andor 今次真係成功嘅話咧，咁其實咧佢都變成咗迪士尼一個嘅即係政治嘅諜戰片啦。Mandalorian 就變咗一個西部嘅冒險咧，Ahsoka 就神秘原力嘅一種嘅探險嘅電影啦，而 Skeleton Crew 咧就更加似一個咧青少年嘅電影冒險電影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呢一個星球大戰系列咧，喺迪士尼嚟講咧，佢就希望再比較重新注重一下啦。喺 Marvel 之後，咁當然佢哋亦都探索緊，例如 Pixar 啊，或者其他 Disney Plus 嘅即係系列嘅電影係點啦。咁但係好明顯咧，佢今次即係攞咗 Lucasfilm 唯一1001個嘅王牌翻嚟咧，嚟到今時今日咧，大概都諗到一個方向係值得佢哋去測試嘅。好，咁今日嘅同 AI 講深一點咧，就嚟到呢度，記得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同埋 share，唔該晒，拜拜。